喺香港，如果你同人講今晚去食豉油西餐，鋸個鐵板扒，相信好多人腦海入面即刻會浮現出一副畫面：一塊熱辣辣、吱吱喳喳響嘅生鐵板，上面放住一大塊淋滿黑椒汁或者蒜蓉汁嘅牛扒，底下仲有大堆吸飽晒肉汁嘅粗薯條。嗰種熱氣騰騰嘅治癒感，真係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不過最近香港飲食界有一單新聞，可以話係引起咗全城震動，甚至喺網絡上掀起咗一場集體聲討。有一間歷史非常悠久、滿載住香港人幾代人集體回憶嘅老牌傳奇扒房，宣布其中一間標誌性嘅分店要結業啦。照常理嚟講，呢啲陪伴住我哋大、見證住香港由幾十年前行到今日嘅老字號結業，大家通常都會覺得好惋惜、好唔捨得，紛紛去排隊打卡，作最後嘅致敬，送別一個時代嘅眼淚，啱唔啱？但係今次全港網民嘅反應，居然係反常到極點。大家唔單止冇流下一滴眼淚，反而係瘋狂拍手叫好，甚至網絡上一面倒咁，一面倒痛批，話佢根本就係自己攞嚟衰，自己做爛自己個招牌。食物質素比大家樂同大快活仲要差，收得咁貴，食物愈整愈垃圾，遲早全面執笠。究竟係邊一間扒房惹起咗咁大嘅民憤，令到大家喺佢結業嘅時候，唔單止唔傷心，反而好似中咗六合彩咁拍手大笑。冇錯，呢間餐廳就係大名鼎鼎，以前去旺角行街必睇到嘅花園餐廳。近日位於旺角山東街嘅花園餐廳分店，因為租約期滿而宣布正式結業。呢間老牌港式扒房嘅落幕，非但冇換嚟食客嘅惋惜，反而成為咗全港市民發洩對近年香港餐飲業積怨已久嘅導火線。究竟呢間曾經輝煌一時、分店開到周街都係嘅扒房帝國，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向今日嘅衰落？喺我哋痛批佢今日有幾咁不思進取之前，我哋必須要先講講花園餐廳嘅背景。因為如果冇佢曾經嘅頂峰，你就唔會明白今日網民對佢嘅怨恨同唏噓係有幾咁深。花園餐廳創立於1963年，到今日2026年，計一計數，已經有超過半個世紀，足足超過60年嘅歷史。對於好多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講，佢絕對係港式豉油西餐，一個極具標誌性，好似教父級別咁樣嘅品牌。時光倒流返去上世紀嘅60、70年代，當時嘅香港經濟雖然開始起飛，但係高檔嘅西餐廳、法國菜或者酒店扒房，收費高昂到一般市民根本無可能負擔得起。嗰時普通打工仔一個月人工先得幾百蚊，去高級酒店食餐西餐可能要成百幾200蚊。去嗰啲地方食嘢，直頭係一件要著西裝打呔嘅大件事，唔係普通家庭可以隨便消費得起嘅。但係普羅大眾喺見識到西方文化之後，心入面又有想食西餐、體驗下西方生活品味嘅渴望。於是，一班充滿香港人智慧嘅飲食業前輩就將西方嘅扒房概念結合咗中式嘅烹調手法、調味同埋大眾化嘅價錢，應運而生咗一種獨一無二嘅本土飲食文化——港式豉油西餐。花園餐廳、波士頓餐廳、金雀餐廳，呢啲名就係嗰個黃金時代嘅代名詞。而花園餐廳更加係當中的佼佼者。喺嗰個年代，去花園餐廳鋸扒是一件非常體面，甚至可以攞嚟向朋友炫耀嘅事。情侶拍拖、屋企人慶祝生日、打工仔出咗糧，想獎勵下自己，花園餐廳都係不二之選。當年嗰種鋸扒嘅體驗，老實講，喺好多人心中係無可替代嘅。你一坐低，正中式古典西餐廳嘅昏暗燈光，加上微弱嘅音樂，已經好有情調。當你點完餐，未幾位，身穿白色制服，可能帶點江湖味，但手腳極之麻利嘅老侍應，就會好有氣勢咁，用托盤端上一塊熱辣辣、吱吱作響嘅生鐵板。喺鐵板放上台嘅前一刻，侍應會大喊一聲：姐姐，小心熱！然後你就要好熟練咁拿起張白色大紙巾，遮住自己半邊面同件衫，頂住啲彈出嚟嘅油星。當侍應將黑椒汁或者蒜蓉汁倒落塊鐵板嗰一剎那，嘩一聲，濃煙四起，醬汁喺鐵板上瘋狂跳動，陣陣強烈嘅肉香同焦香味瞬間撲鼻而來。
鐵板上面係一大塊牛扒，或者是一份大件度，連個鐵板都差啲裝唔落，絕對係大件夾抵食嘅雜扒。雜扒入面通常有齊牛扒、豬扒、雞扒、火腿同埋腸仔，五大天王齊聚一堂。而喺呢堆厚肉嘅底下，仲鋪滿咗粗身嘅炸薯條。啲薯條喺鐵板上面浸住啲肉汁同黑椒汁，變得軟身得嚟又極之入味。喺嗰個物質從未有依家咁豐富，大家味餐餐講求要食日本 A5 和牛或者美國頂級 Prime 牛扒嘅年代，能夠喺放工或者放學之後同屋企人或者朋友食到咁樣一餐大件飽肚又充滿肉汁嘅鐵板餐，簡直係人生一大樂事，幸福感簡直爆棚。花園餐廳喺全盛時期，佢嘅版圖大到你行兩步就有一間，單單喺旺角呢個核心商業區，佢最瘋狂嘅時候就足足有成5間分店，你可以想象到佢當年有多麼受歡迎。山東街、西洋菜街、銀行中心，基本上你喺旺角求其行一條街，轉個彎就會見到花園餐廳個霓虹燈招牌，佢簡直就係旺角區一個地標式嘅存在。時移世易，幾十年過去啦，當年那個稱霸旺角，甚至席捲全港嘅扒房帝國，如今嘅版圖已經大幅縮水，縮到令人唏噓。隨住山東街呢間分店喺5月30號宣布，因為租約期滿而正式結業，依家成個旺角區好似只係反銀行中心嗰間分店。見到咁樣嘅情況，好多人都會問，係咪呢啲老字號嘅步伐已經跟唔上時代嘅發展，冇辦法迎合到現代年輕人嘅品味呢？依家2026年的後生仔女放假一係就去食日式燒肉，一係就去食韓式炸雞，一係就去新開嘅網味咖啡打卡，飲杯幾十蚊嘅 latte。大家係咪覺得呢啲幾十年不變、老土、環境又一成不變嘅港式鐵板扒已經過時，所以注定要被時代淘汰？如果原因真係咁簡單，咁大排檔、茶餐廳一早應該絕跡香港啦。但係現實係殘酷嘅，今次全港網民之所以集體拍手叫好，背後真正令到花園餐廳完全失去民心、神話破滅嘅原因，根本不是時代變咗，亦都唔係後生仔唔中意食鐵板扒，真正嘅元兇係佢自己嘅質素變咗，而且係變成咗一場徹頭徹尾嘅災難。喺網上嘅各大討論區，好似連登、Facebook 嘅飲食群組，最多網民熱烈討論，甚至貼上圖文並茂咁投訴嘅，根本唔係咩時代眼淚或者懷舊情懷，而係佢近年嚟呈現斷崖式下跌嘅食物質素。有好多近年仲有去幫襯過嘅食客直言，依家去花園餐廳食嘢，嗰種體驗同以前全盛時期相比，簡直就係天同地嘅差別。食材嘅用料差咗都算啦，最過分嘅係廚房烹調嘅心機、對食物嘅尊重，全部蕩然無存。這就引申出網民最核心、最憤怒嘅指控：你作為一間傳奇老字號，係你自己親手做壞自己個招牌，今日要執笠，你怪得邊個？根本就係自作自受。要講到花園餐廳嘅墮落，有一個魔鬼細節係絕對不能不提嘅。呢個細節可以話係引爆全港無數網民怒火嘅終極致命傷，亦都係將佢哋最後一絲情懷徹底粉碎嘅鐵證。大家都知道，去食港式西餐，無論你點咩扒，前菜嘅標配嗰個無形嘅公式，毫無疑問一定係一碗熱騰騰嘅羅宋湯或者忌廉湯，再配上一個用烘麵包機烘到微熱，外皮帶點金黃酥脆，入面軟熟無比嘅牛油餐包，對唔對？當你一坐低，個湯同餐包送上嚟，你趁熱將個餐包輕輕撕開，裏面嘅熱氣冒出嚟，然後你用把牛油刀刮一大嚿黃色嘅牛油搽入去，你看住嚿牛油，因為餐包嘅餘溫而慢慢半融化，滲透入去麵包嘅氣孔入面。又或者你中意將個餐包撕成一塊塊，點入去酸酸甜甜嘅羅宋湯入面，喝飽湯汁再送入口。呢個開局喺港式西餐入面係最完美、最不可或缺嘅儀式感。但係依家嘅花園餐廳俾客人嘅前菜係咩呢？當食客興高采烈、滿心歡喜，準備鋸個靚扒，滿懷期待等緊個暖立立嘅牛油餐包嘅時候，侍應端上台嘅居然冇咗餐包，取而代之嘅居然係一塊、一包
市面上最普通、最常見，有包裝袋包住嘅獨立包裝梳打餅，你冇聽錯，我也冇講錯，係梳打餅啊！就是你同我平時肚痛或者老人家下晝頂肚時會食嘅嗰種淡淡無味、乾真真嘅梳打餅啊！你試想象下，你行入一間堂堂正正開咗幾十年嘅老牌西餐廳，一客鐵板餐，收費絕對唔便宜，隨隨便便都要百幾200蚊，客人滿心歡喜，準備食大餐，你竟然掉一包喺超級市場買返嚟，成本可能幾毫子都冇嘅藍色包裝梳打餅俾客人，呢個已經唔單止係縮減成本或者偷工減料咁簡單，喺好多熱愛飲食文化嘅香港人眼中，有呢個舉動簡直係對食客嘅一種極大嘅侮辱，呢個係對西餐呢兩個字，對自己幾十年招牌嘅無情踐踏。當一個客人滿懷期待咁坐低，準備享受一餐好嘅，結果望住台上面嗰包冷冰冰，印住工廠批量生產條形碼嘅梳打餅，他心裏面對呢間餐廳殘存嘅最後一絲尊重，最後一點童年回憶都會喺嗰個瞬間完全瓦解。好多網民喺網上留言話，由餐包變成梳打餅嘅嗰一刻，其實就已經標誌住呢間餐廳正加速步向死亡，因為呢個行為反射出一個好惡劣嘅訊息，老闆已經完全唔在乎食客嘅體驗，他只想用最極端、最肉酸嘅方法去慳錢。除了轟動一時嘅餐包變梳打餅事件之外，嗰碗作為港式西餐靈魂嘅羅宋湯，同樣亦都成為咗劣食嘅重災區。以前花園餐廳嘅紅湯，即係羅宋湯，雖然唔可以同高級俄羅斯餐廳相比，但絕對係誠意十足，裏面有滿滿嘅椰菜、番茄、甘筍，甚至仲會撈到一點點燉到爛熟嘅碎牛肉，飲落去酸酸辣辣，濃郁無比，啖啖都有料，非常開胃。但係近年呢碗羅宋湯被網民形容為白開水溝紅色色素，再加麵粉糊，飲落去水汪汪，稀哩稀甩，完全毫無誠意，就好像是一個湯底被廚房經理無限制咁溝水、溝水再溝水，完全失去了羅宋湯應有嘅蔬菜、甜味同牛骨濃郁感。有網民甚至好刻薄，但又好貼切咁形容，飲落去好似飲緊熱嘅番茄味藥水。我雖然唔想用垃圾呢兩個字去形容一間老字號嘅出品，但係好多食客拍出嚟嘅相片同影片，見到碗湯清到可以照鏡，呢個真的令人食得非常難受，亦都好難幫佢駁火。喺網絡上排山倒海嘅負評入面，網民評論得最狠、最直擊痛處嘅一句話，莫過於依家嘅花園餐廳仲差過大家樂同大快活。呢句話一出，真係比任何粗口都仲要傷人。為什麼大家會拿一間有侍應服侍、有幾十年歷史嘅正宗老牌扒房，去同普通嘅大眾連鎖快餐店去比較呢？呢個就牽涉到消費者心理學入面最核心嘅問題，期望值與性價比。我們平心而論，大家樂、大快活呢啲港式連鎖快餐店，佢哋嘅食物質素係咪頂級？當然唔係啦。大家喺網上或者日常生活入面都經常投訴快餐店嘅問題，例如佢哋係中央廚房統一出品，食材全部冰雪過度，好多都係急凍預製菜，有時廚房師傅手緊，個飯整到半生熟，有時啲肉乾到好似柴皮咁。而且去快餐店，你係完全冇服務可言嘅，你要自己排隊買票，自己行去個窗口等捧餐，自己企位坐，食完可能仲要自己放低個盤。但是全香港市民去快餐店食嘢嘅時候，大家都肯接受，唔會過度苛求，因為大家心入面明白一個大前提，喺快餐店食一餐飯，喺今時今日嘅物價，大概就是40-50元，最多60元，40-50元一餐，有肉有飯有杯凍檸茶，你仲想點？呢個叫等價交換，大家對佢嘅期望值一早已經調低咗。但係花園餐廳呢？你行入去食一個最普通嘅鐵板牛扒餐，依家分分鐘要100多200元起跳。如果點啲所謂好少少嘅部位，200幾300蚊一餐，絕對走唔做。食客付出了比快餐店多1倍甚至2倍3倍嘅價錢。我哋內心嘅期望值係咩呀？我期望有人服侍，我期望坐得舒舒服服，有卡位坐，
唔使好似快餐店咁要同人搶位。而我最期望最基本嘅要求係可以吃到一份餐廳級別，廚房即叫即整，對得住個價錢嘅熱騰騰食物。然而依家好多食客去完花園餐廳嘅感覺係，他端出來嘅肉質霉爛，好多人投訴塊牛扒松肉粉落得太多，多到成塊肉完全冇晒原本嘅肌肉纖維，咬落去好似食爛棉花咁，毫無牛味。全塊扒圓全係靠表面那些死鹹、充滿化學配方嘅黑椒汁去掩蓋劣質食材嘅味道。有些肉吃下去，甚至讓人嚴重懷疑是不是也變成了連鎖快餐店用緊嘅那種工廠批發，一包包攞去微波爐加熱，或者熱水浸熱就上碟嘅急凍預製扒。大家試想想，如果我今日付了快餐店嘅平民價錢，吃到快餐店水準嘅食物，我絕對不會有怨言，因為那是等價交換，我心甘情願。但如果我今日付出了傳統西餐廳中產消費嘅價錢，結果端上台嘅卻是一份連快餐店都不如，肉質霉爛，甚至前菜只配食梳打餅嘅劣食，那種被餐廳老闆當作水魚嚟割肉嚟欺騙嘅憤怒，才是最難以平息嘅。花園餐廳呢一間分店結業嘅縮影，實情正正赤裸裸咁反映咗現今香港很多傳統餐飲業正正面臨住嘅巨大危機。近年來，無論是新聞報道定係行內人訴苦，大家都經常聽到一句話：香港嘅餐飲業進入咗歷史性嘅寒冬。越來越多香港人一到禮拜六日或者公眾假期就集體北上消費，湧去深圳、廣州食喝玩樂。以前啲人會話後生仔貪新鮮先去深圳啫，但依家2026年的現實是，連阿爸阿媽老人家都一車車坐跨境巴士上去。為什麼？因為正所謂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喺香港，你行入花園餐廳，兩個人埋單計埋加一，隨隨便便都要300-400元。你攞住呢300-400元人民幣上到深圳，你可以吃到什麼？你可以去一間開喺大型高級商場入面，裝潢華麗、燈光美、氣氛佳，服務員態度好到好似當你係上帝咁樣嘅高級扒房。人家有專人推個餐車嚟你位隔籬，親手為你切肉、現磨黑椒。你享用嘅是一餐真正有儀式感、食材質素高嘅高檔西餐。即使你唔食西餐，你喺內地食平民一點嘅酸菜魚或者火鍋，幾十元人民幣一位，人家俾你嘅食物分量同埋服務質素多到兩個人都食唔晒，環境乾淨企理，絕對唔會好似香港某些老牌餐廳咁，個地板黐侵侵，台面又油膩。面對咁樣嘅打擊，有些香港餐廳老闆或者管理層往往好中意喺傳媒面前抱怨，他們總是說香港租金貴啊，人工高啊，我們經營成本大，根本沒辦法和內地比拼啊。冇錯，香港嘅租金的確是天文數字，地產商賺到盡，人工成本高，因為香港生活指數高，呢些全部都是客觀事實，大家都明白，亦都無人會怪你。全香港市民都知道，你永遠無可能在鬥平呢件事上贏過內地，但是正因為你平不過人家，你才更加不可以在食物質素和服務上妥協，對不對？這就是很多香港餐廳老闆跌入咗嘅一個致命迷思，也就是所謂嘅將貨就價。他們為了維持微薄嘅利潤，又不敢大幅度加價，怕嚇走客人，於是他們就自作聰明，開始在食材和細節上動手腳。靚牛肉不捨得用，換成劣質嘅急凍巴西牛肉，再落大量鬆肉粉去醃。原本要廚房大廚即叫即炒嘅醬汁，變成工廠大量生產嘅預製醬汁。原本好地地、暖烘烘嘅牛油餐包，變成最平嘅工業大包裝梳打餅。這些老闆心裏面可能在想，香港人節奏咁快，食嘢粗枝大葉，我偷偷地改少少，客人一定吃不出嘅，以為可以瞞天過海，無驚無險又過關。但我只能夠講，這個想法大錯特錯。依家2026年的消費者資訊發達，見多識廣，每個人都非常精明，大家都有條舌頭，好嘢衰嘢一食就知。當你一縮減成本，食物的味道一變，客人食第一口，個腦入面嘅警鐘
就已經響起。當客人覺得你呢餐飯完全唔值回票價，甚至覺得自己俾人當水魚咁割嘅時候，他下一次就不會再嚟。當餐廳因為咁樣而開始流失客人嘅時候，那些老闆不但不去檢討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夠好，反而會更加恐慌，因為生意差咗，營業額跌咗，為了維持利潤，他們就會做進一步嘅惡性循環，進一步裁減樓面員工，進一步削減廚房食材成本。結果呢，樓面唔夠人，服務變得更差，客人坐低半個鐘都冇人理，廚房食材再降級，食物變得更難吃，客人見到咁樣，流失得更加快。這個就是餐飲業最恐怖，一旦陷進去就無法挽回嘅死亡螺旋。依家香港消費者嘅心態其實好簡單，好直接。如果我今天出街食嘢，純粹是為了便宜，為了飽肚，我絕對可以找到非常便宜嘅選擇。例如去買個兩兩飯，30幾蚊有大盒飯，有2款肉，平靚正。我絕對唔會要求你有服務。但如果我今天想對自己好一點，想同屋企人、同另一半花幾百元出來食一餐好嘅，我會直接跳過這些不上不下、位置尷尬、又貴又難吃嘅中價位餐廳。我寧願儲多2張銀紙，直接去吃真正有質素、服務好、環境絕佳嘅高級餐廳。這就導致了像花園餐廳這種定位卡在中間，價格不便宜，但質素卻不斷向快餐店靠攏，甚至比快餐店更差嘅老字號，生存空間被極速壓縮。好多人成日將情懷呢2個字掛在嘴邊，但現實是殘酷的，情懷是不可以當飯吃的。作為消費者，我第一次去幫襯你，可能是因為情懷，因為我想尋回童年嘅回憶，我想支持客老字號。你可以用情懷把我騙進來一次，但當我滿懷期待咁坐低，你俾包梳打餅我食，碗湯好似水一樣，塊牛扒霉爛到好似食化學粉，我吃完整肚子氣，埋單仲要俾幾百蚊，你話我還會來第2次嗎？情懷也是有底線的，當你連最後一點對食物嘅尊重都丟棄埋嘅時候，情懷就會變成反噬你嘅最大武器。如果這種經營模式，這種將貨就價欺騙食客嘅心態不徹底改變，今天因為租約期滿而結業嘅是旺角山東街分店，明天在沒有回頭客嘅情況下，可能就是整個品牌嘅全面倒閉。做生意，尤其是做街坊生意、做餐飲業，終究要回到最基本的4個字：將心比心。你給客人吃什麼樣嘅東西，客人最後就會還你一個怎樣嘅結局。當你用敷衍、傲慢同敷衍了事去對待你嘅食客，食客自然會用腳投票，親手為你呢個曾經嘅傳奇王國畫上一個最不體面，甚至被全城鼓掌叫好嘅句號。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件聽完之後令人極之痛心，而且係100%絕對真實嘅事。如果大家屋企有老人家有長輩，今日呢一條片你一定要認認真真由頭到尾睇到最尾，千萬唔好當耳邊風，因為呢個係關乎到成個家庭晚年安穩嘅大問題。依家市面上充斥住五花八門嘅電信詐騙手法，其實班騙子嘅年紀同技術早就已經唔年輕啦。呢班無良嘅騙子依家全部轉晒賽道，將佢哋最黑心、最毒辣嘅目光，死咁鎖定喺班60幾歲、70幾歲嘅老人家身上。好多後生仔女或者做仔女嘅，通常都會有一種好危險嘅諗法，以為依家嘅詐騙來去都係以前嗰啲舊套路，覺得自己屋企個阿媽或者阿婆咁精明，一定唔會上當。我話俾你聽，你呢個諗法先至係成件事最大嘅錯誤同埋盲區。依家全新升級嘅養老詐騙，包裝成一種叫親情恐嚇式嘅電信騙局，其套路之隱蔽，手法之兇狠，簡直係將人性弱點拿捏得一乾二淨。最令人心寒嘅係，最後中招跌入陷阱嘅，全部都係一世人老實安分守己，從來都唔惹是生非嘅好長輩。喺我同大家講呢個具體個案之前，首先同大家擺一組由官方公布嘅真實數據，大家聽完之後就知道呢件事依家喺我哋身邊發生得有幾咁嚴重。
根據反詐騙部門最新嘅統計顯示，單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專門針對老年群體嘅新型電訊網絡詐騙，累計令到無辜老百姓損失嘅錢財已經突破咗整整7億人民幣咁多。而喺所有嘅受害者當中，有一個好驚人嘅比例，就係60歲以上嘅老人家，佔咗差唔多整一半。最令人心痛、最令人睇到把幾火嘅係呢類針對長者嘅騙局，動輒人均被騙10幾萬、幾十萬，喺依家嚟講簡直係家常便飯。好多老人家一世人辛辛苦苦一分一毫存落嚟嘅養老錢、睇病保命錢，往往喺短短幾個鐘頭之內就被呢班黑心騙子一掃而空，洗得乾乾淨淨。呢班騙子真係黑心到極致，佢哋依家唔玩嗰啲花里胡哨、一聽就穿嘅花招，佢哋純粹係將老人家身上最致命嘅2大心理弱點吃得好透。第一個弱點就係我哋老一輩嘅長者，一世人循規蹈矩，最驚惹官非，最驚犯法，更加最驚因為自己嘅事而連累到家人。第二個弱點就係全天下嘅父母，基本上都將自己嘅仔女當成自己嘅命根。只要個話題一扯到仔女嘅安危、前途或者名聲，佢哋個人就會即刻心慌意亂，亂晒方寸，一瞬間完全失去晒平時應有嘅判斷能力。今日我就用香港呢位七旬婆婆嘅真實被騙經歷，手把手同大家徹底拆解呢套最新最流行嘅詐騙完整套路。全條片絕無廢話，句句都係乾貨。無論你本身就係長輩自己，抑或你屋企有老人家，都請你一定要記住內容嘅重點，隨時可以幫自己或者屋企人守住一世人嘅血汗錢。呢個故事嘅主角係住喺香港今年72歲嘅陳婆婆，佢同好多普通香港長者一樣，係一個普普通通嘅獨居老人。陳婆婆嘅老伴喺幾年前因為生病走咗，依家留落佢一個人孤零零住。佢個仔長期喺內地返工，一年到頭都返唔到幾多次香港，母子2個人平時見面嘅次數真係少之又少。陳婆婆一世人勤勤懇懇、慳慳識識，佢唔食煙、唔打牌，更加唔會亂使錢，就係靠住咁樣一點一滴省吃儉用，喺銀行儲落咗17萬港幣嘅積蓄。呢17萬港幣對好多有錢人嚟講可能唔算得係咩大數目，但對陳婆婆嚟講絕對唔係咩閒錢。呢個係佢全副身家，係佢晚年留返嚟養老、睇病、保命嘅唯一依靠，係佢捱咗幾十年用血汗換返嚟嘅保命錢。陳婆婆係最典型、最善良嘅老實長輩，佢奉公守法、心地善良，一世人都好相信政府、相信公職人員。平時喺電視睇新聞或者聽政府嘅官方通知，佢都會乖乖地配合，從來都冇想過自己有一日會同違法犯罪呢4個字扯上任何關係。佢萬萬都想不到自己嘅善良同埋守規矩，最後竟然變成咗騙子眼中最容易下手嘅突破口。喺某一個平凡嘅下晝，一通望落去極之正規嘅官方電話，徹底打碎咗陳婆婆本來安穩嘅晚年生活。當時陳婆婆屋企部電話響起，佢行過去一睇個來電顯示，發現號碼排列得非常整齊，前序好正規，同平時大家見到嘅政府部門辦公電話一模一樣，中間冇任何奇奇怪怪嘅雜亂數字，望落去100%可信。陳婆婆冇諗咁多就接通咗電話，電話嗰頭隨即傳出一把非常嚴肅、沉穩而且好有氣勢嘅男人聲。嗰種講話嘅語氣同口吻，同真正辦案嘅警官幾乎一模一樣，普通人完全揣摩唔到有一絲破綻。對方一開門見山就自稱係負責經濟犯罪調查嘅黃警官，仲好主動、好純熟咁報出自己嘅警員編號，整個專業嘅架勢十足。緊接住最嚇人嘅一幕出現，對方竟然可以一字不差咁講出陳婆婆嘅全名、準確嘅家庭住址、身份證號碼，甚至連佢依家一個人獨居、日常幾點出門買契呢啲咁私密嘅生活細節都講得一清二楚。然後用極其嚴肅嘅口吻問佢，核對佢係咪本人。大家試下設身處地幫老人家想一想，一個已經72歲嘅老人家，平時連同人嘈交都少，突然間被一個充滿威嚴嘅警官喺電話入面當眾核對晒自己所有嘅私隱資料，自己嘅個人信息完全被對方拿捏住。陳婆婆當場就嚇到手腳冰冷，全身發抖，成個頭腦一片空白，根本冇辦法思考，只能夠慌慌張張咁係啖點頭，確認電話入面嗰個確實係自己。呢個就係依家新騙局嘅第一招殺招，叫做精準私隱施壓。呢班騙子透過非法嘅渠道喺網上大肆收購大批因為網絡洩漏而流出嘅公民私隱數據，
你嘅姓名、住址、身份證、家庭成員，甚至工作背景，佢哋通通掌握得清清楚楚。一開口就用呢啲真實資料，瞬間擊穿普通人嘅心理防線，尤其是面對老人家，根本頂唔住呢種帶有官方色彩嘅威脅。未等陳婆婆回過神來，電話嗰頭嘅騙子立即加重語氣，拋出咗成個騙局入面最致命嘅恐嚇。對方好嚴肅咁講，話經過專案組嘅聯合調查，發現陳婆婆個仔喺內地使用嘅銀行卡，涉嫌參與咗一宗特大嘅非法洗黑錢案件。涉案嘅金額極之龐大，案情非常嚴重。內地相關嘅涉案人員依家已經全部被採取強制措施控制住，因為陳婆婆係直系親屬，所以佢名下嘅所有資產依家都涉嫌關聯到呢批涉案嘅贓款。按照司法流程，好快就會有執法人員親自上門拘捕陳婆婆，將佢帶返警局進行隔離審查。呢一句話直接好似一把利刃咁，擊穿咗陳婆婆最後嘅心理底線。對於好多老人家嚟講，銀錢雖然重要，但始終係身外之物，仔女嘅前途、清白同埋安穩先至係佢哋條命。一聽到自己心肝寶貝嘅個仔竟然捲入咗咁重大嘅刑事案件，而且仲會連累到自己要坐牢，72歲嘅老人瞬間情緒崩潰，當場喺客廳急到喊，不斷喺電話入面同對方求情，反反复复咁同個警官講，話自己個仔由細到大都好聽話、好懂事，個人好老實本分，絕對唔會做出任何犯法嘅事。佢苦苦哀求對方手下留情，幫手認真核查清楚。騙子做呢行做咗咁多年，閱人無數，一聽陳婆婆講嘢嗰種帶有喊腔、驚慌失措嘅語氣，就知道呢個老人家已經徹底被嚇傻，成個人完全上鈎。當恐嚇嘅目的達到之後，電話嗰頭嘅騙子立即轉變態度，佢哋好擅長軟硬兼施，隨即放緩語氣，扮成一個好心想幫佢嘅辦案人員，俾陳婆婆一個所謂嘅救命方案。對方假惺惺咁安撫陳婆婆，話專案組初步排查過，發現佢同佢個仔大概率無參與核心嘅犯罪，估計係個人嘅身份信息被不法分子盜用咗，屬於無辜嘅受害者。跟住騙子就順理成章咁爆出成個騙局最核心嘅套路。佢同陳婆婆講話，鑑於佢態度好，可以幫他向上級申請一個清白免責證明，幫佢徹底銷案，洗刷佢同佢個仔嘅嫌疑，保住佢個仔嘅前途同名聲。但重點嚟啦，對方特別強調話呢單案件嘅機密等級極高，案情特殊，必須要走一套非常嚴格嘅保密審查流程。想要洗清嫌疑、撤銷案底，陳婆婆必須即刻依家將名下所有嘅活期同埋定期存款全額轉入去警方指定嘅官方安全核查賬戶。騙子喺電話入面仲畫大餅，拍定空口承諾，話只要資金核查完畢，確認呢啲錢唔係贓款之後，會喺第一時間原路全額退回俾陳婆婆。同時，亦會喺司法系統入面徹底銷案，唔留任何案底，絕對唔會影響到佢哋母子二人將來嘅生活。為了逼陳婆婆即刻採取行動，唔俾時間佢冷靜思考或者向外求助，騙子隨即放出狠話，用一種不容置疑嘅命令口吻警告佢，話今日之內必須要將全額轉賬到位。但凡拖延多一陣，或者轉賬被系統攔截，警方就會即刻認定佢哋母子係蓄意包庇、協同作案，當晚就會依法派人上門執人坐牢。坐牢、留案底，為咗個仔一世，呢幾組詞語好似千斤重擔咁，死死壓喺陳婆婆嘅心口。嗰一刻，就算佢心底隱隱約約覺得好似有少少不對勁，但喺極致嘅恐懼同擔憂面前，理智已經完全被打敗。老人家邊度識得依家啲新型詐騙套路？佢只知道犯法就要坐牢，案底會毀咗仔女一生。為了保住個仔，佢當時基本上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做任何事。騙子深知老人家始終會有一絲猶疑，為了徹底打消陳婆婆嘅顧慮，做實呢個虛假辦案嘅真實性，對方即刻話可以幫佢透過專線直接轉接去內地嘅辦案警官嗰度，等一線嘅執法警官親自同佢核對卷宗，講解案情嘅細節。電話嗰頭傳嚟一陣盲音，隨後順利接通，對面傳嚟一把帶有純正內地口音，自稱係李警官嘅男人聲。呢個李警官嘅氣場比頭先個黃警官更加嚴肅，口中講出嚟嘅專業術語更加多，令到成個場景聽落去顯得更加真實。呢位李警官一開口就連環爆出大堆辦案術語，咩案件編號、涉案流水、核查記錄，將虛構出來嘅案情講到有板有眼，細節滿滿。
仲話可以不斷提供所謂嘅涉案證據，一步步做實陳婆婆個仔嘅犯罪嫌疑。與此同時，呢個時候騙子放出了成個騙局入面最惡毒、最致命嘅枷鎖，叫做全域保密禁令。對方用極其嚴厲嘅語氣警告陳婆婆，話呢單案件依家係屬於國家級嘅機密審查案件，整個流程必須絕對保密。喺核查結束、案件正式撤銷之前，陳婆婆絕對不可以同任何身邊嘅人透露半個字，隔壁鄰居、朋友、親戚一概唔可以講，就連佢最親嘅生老豆或者呢個涉案嘅親生個仔都絕對唔可以透露。對方恐嚇佢，話一旦泄露秘密，被視為通風報信，導致其他涉案人員逃脫嘅話，就會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到時會立即加重罪責，從嚴處理，馬上派人上門捉佢。呢一招堪稱係成個電騙套路入面嘅絕殺，因為佢直接切斷咗老人家所有可能向外界求助嘅渠道。人喺最恐懼、最慌亂、最無助嘅時候，唯一可以自救嘅方法，通常都係喺身邊信任嘅人商量，或者去核實真相。騙子嚴厲禁止佢同家人溝通，尤其是唔俾佢同個仔講，目的就係要將呢個老人家徹底孤立喺一個封閉嘅電話騙局空間入面，令到佢只能夠被動咁聽話，乖乖地任人宰割。大家可以睇下連環嘅身份偽裝、精準嘅私隱曝光、直擊痛點嘅親情恐嚇、帶有毀滅性嘅奴役威脅、強制性嘅保密禁令，再加上雙線警官嘅互相背書，一整套組合拳打落嚟，一個72歲嘅獨居老人陳婆婆已經徹底失去咗基本嘅判斷能力，佢成個頭腦一片空白，全程個腦入面只想住一件事，就係要保住個仔，避免自己同個仔要坐牢。喺嗰日下晝，陳婆婆心急如焚咁趕去附近嘅銀行，分開2次將自己存咗一世人總共17萬港幣嘅養老保命錢全額轉入去咗騙子指定嘅所謂官方安全賬戶入面。轉賬成功嗰一刻，陳婆婆心入面甚至還鬆咗一口氣，以為自己好好配合咗警方辦案，成功保住咗個仔嘅清白。佢滿心期待住等個核查結束，呢筆錢就會退返返嚟，案件就會撤銷。可惜當佢返到屋企，隔咗一陣，再次撥打嗰2位警官嘅電話，諗住諮詢下後續嘅退款流程嗰陣，電話嗰頭傳出嚟冰冷嘅提示音，徹底擊碎咗佢所有嘅幻想。嗰2個號碼已經全部變成咗空號，永遠都冇辦法再接通。而個所謂嘅官方安全賬戶喺陳婆婆筆錢到賬嘅嗰一瞬間，就已經被騙子透過多個戶口層層拆分，極速轉移走晒，裡面1分錢都冇剩低。短短幾個鐘頭之內，17萬港幣嘅畢生積蓄化為烏有。72歲嘅陳婆婆當場精神崩潰，成個人癱坐喺銀行大門口，無助到喺條街度放聲大哭。一世人省吃儉用，捱苦耐勞，平時自己唔捨得食，唔捨得穿，甚至病咗都唔捨得睇醫生，辛辛苦苦存落嚟嘅養老保命錢，本來係自己晚年最後嘅保障。結果就咁樣被班喪盡天良嘅騙子騙到一乾二淨，呢一幕真係睇到人好心酸，同時亦都令人極之氣憤。好多人睇到呢度，可能都會有一個疑惑：陳婆婆一世人都咁老實謹慎，點解會咁非常容易上當受騙？班騙子嘅套路到底高明喺邊度？老實講，呢件事真係唔係因為老人家蠢，而係依家呢啲詐騙套路太過洞悉人性，太過精準狠毒。呢套新型嘅老年電騙根本就唔係普通簡單嘅騙人講話，而係一套經過精心設計、完整嘅心理操控閉環。佢每一步都精準咁拿捏住老人家身上最脆弱嘅心理弱點。第一步，利用私隱擊穿心理防線。騙子透過網絡上嘅黑灰產業鏈，批量咁收購咗各大平台洩漏出嚟嘅公民私隱數據，老人家嘅個人資料、家庭背景、仔女情況喺佢哋面前基本上係全透明。當一個自稱係公職人員嘅人一開口就可以一字不差咁講出你所有嘅私密資料，普通人嘅第一反應絕對唔係懷疑，而係會產生一種本能嘅恐懼同埋信服。潛意識裏面就會認定對方一定係正規嘅執法人員，第一道心理防線就係咁樣直接崩塌。呢個係最致命嘅前置陷阱。第二步，捉住親情軟肋施壓。老人家一世人最大嘅牽掛，無非就係自己嘅仔女。為咗仔女，佢哋可以付出一切。騙子好精準咁找住呢個弱點，佢哋唔一上嚟就同你談錢，而係先去恐嚇你嘅家人，用仔女涉案、要坐牢、留案底、毀前途嚟做突破口。
人一旦極度擔心自己至親嘅安危，腎上腺素就會飆升，情緒完全失控。喺呢種情況下，一個人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甚至去核實真相嘅能力，會在一瞬間歸零，只會本能地跟住對方嘅說話去操作。第三步，隔絕外界嘅所有信息。騙子用高度機密、禁止泄密、妨礙司法追責嚟做枷鎖，硬生生切斷咗老人家同家人同外界嘅所有溝通渠道。無家人喺身邊提醒，無旁人喺身邊勸阻，亦無任何渠道去核實。老人家成個人被困喺騙子虛構出嚟嘅辦案場景入面，只能夠任人擺布，一步一步跌入對方設好嘅圈套。但係大家一定要記住，騙局就算包裝到再逼真，套路再完美，都永遠有佢冇辦法掩飾嘅致命漏洞。呢套望落去好似天衣無縫嘅新型電騙，其實有3個鐵律級別嘅漏洞。大家只要死死記住呢3點，一世人都唔會上當。所有中老年朋友，請你哋一定要將呢3點刻喺心裏面。第一個硬核鐵律，全港以及內地所有嘅官方執法部門、政務機構，絕對無所謂嘅安全核查賬戶，更加絕對唔會喺電話裏面遠程指揮市民進行轉賬或者匯款。公安、司法、稅務、檢察等所有正規嘅公職部門，但凡涉及到案件嘅核查、資金嘅凍結或者涉案嘅調查，全部都必須要走正式嘅書面公文流程，以及線下嘅核驗流程。佢哋只會正式通知當事人帶齊身份證、銀行卡等證件，親自去到線下嘅辦公大廳，當面配合調查同埋簽字確認。任何喺電話裏面要求你遠程轉賬、驗資自清或者做資金核查嘅，100%無一例外，全部都係詐騙，絕對無任何特例。第二個致命漏洞，正規嘅辦案流程絕對唔會要求當事人進行保密，更加唔會禁止你告知家人。公職人員依法辦案，向來都係光明正大，流程公開透明，有理有據嘅，根本就唔會怕當事人同家人溝通或者核實。凡係喺電話裏面恐嚇你，或絕對不可以話俾屋企人聽，恐嚇你泄密會加重罪責，或屬於高度機密嘅，全部都係騙子嘅障眼法。佢哋根本唔係驚妨礙辦案，佢哋純粹係驚你掛咗電話之後，去問你嘅仔女、問你嘅親友、問熟人，驚佢哋個騙局當場被揭穿，所以先要用保密呢個罪名鎖住你、困住你。第三個核心常識，大家手機上面顯示嘅來電顯示，依家係可以100%完全偽造嘅，絕對不可以作為判斷對方身份真偽嘅依據。依家網絡上嘅改號軟件技術已經非常之成熟，而且成本極低，操作非常簡單。騙子可以隨意將自己嘅來電號碼偽裝成警局、法院、銀行或者任何政務熱線嘅官方號碼。你手機顯示嘅號碼，就算再正規、再眼熟，都不代表電話嗰頭真係坐住一個公職人員。盲目相信來電顯示，就等於係主動走入騙子設好嘅陷阱。無論騙子以後怎樣升級佢哋嘅套路，怎樣更換話術，或者點樣偽裝身份，只要我哋死死守住以下呢3條反詐底線，天下間所有嘅電訊詐騙對你都冇任何辦法。呢3句就係全天下老人家嘅保命真言。第一，只要電話裏面有人叫你轉賬、匯款、驗資、清賬或者去所謂嘅安全賬戶，請你即刻收線。無論對方自稱係警官、醫生、銀行經理，抑或稅務人員，無論佢嘅話術有多專業、氣場有多威嚴、案情講到有幾逼真，佢哋嘅最終目的只要係叫你俾錢或者轉賬，你唔使諗，亦唔需要猶豫，100%係騙子，同佢多說一句都是浪費時間。第二，只要對方叫你保密，不准告訴仔女同埋家人，要你私下配合辦案嘅，請你立刻掛斷電話去核實。正規部門辦事，絕對不會禁止你和家人溝通。只要有人叫你瞞住仔女、瞞住家人喺度私下操作，肯定係騙局。收線之後，第一時間打電話聯繫你嘅仔女和至親，當面核實或者去線下求證，絕對不可以自己一個人擅自做主。第三，接到陌生電話突然間話你涉案，或者話你嘅仔女出咗事、戶口違規嘅時候，千萬不要慌張，冷靜落嚟之後再去核實。騙子最厲害嘅武器，從來都唔係佢哋嘅口才，而係利用情緒去恐嚇你。佢哋靠製造恐慌嚟打亂你本來嘅節奏，令到你慌亂出錯，情急受騙。遇到呢類恐嚇電話，請你鎮定少少，直接同對方講一句：我不信你，我會親自去派出所、政務大廳或者銀行櫃台當面核實。講完之後立刻收線，絕對不接受任何電話入面嘅遠程指揮。老實講，睇完陳婆婆嘅遭遇，真係令人滿心無奈。
呢類悲劇天天都在我哋身邊上演，而最後中招嘅全部都係一世人善良、本分、勤儉、樸實嘅老人家。佢哋唔懂依家網絡上嘅複雜套路，唔懂新科技嘅陷阱，更加唔知個人私隱泄露會帶嚟幾大嘅風險。佢哋一世人都敬畏規則，相信官方，極度疼愛仔女，但最後卻被呢班黑心嘅騙子利用咗呢份善良同埋單純，騙光咗一世人嘅血汗錢。好多後生仔女經常會話自己工作忙，冇時間陪老人家，殊不知比起物質上嘅補貼，老人家依家最需要嘅其實係反詐騙嘅科普資訊以及情感上嘅兜底。好多老人喺被騙之後根本唔敢話俾仔女聽，甚至唔敢報警。一來係驚被仔女責怪，二來係佢哋一世人都好強好面子，根本承受唔住自己辛苦大半世嘅錢一夜歸零嘅沉重打擊，最後往往自己一個人默默扛住呢種精神崩潰同埋悔恨。所以我真心勸所有嘅年輕人，不要等悲劇發生咗之後先嚟後悔。平時食飯、聊天或者回家團聚嘅時候，抽幾分鐘時間同屋企嘅老人家講多啲最新嘅詐騙套路，反反复复咁叮囑佢哋呢幾條反詐底線，同老人家提前約定好一個規矩，以後接到任何陌生來電，只要涉及轉賬、匯款、俾錢或者要求保密嘅，無論對方係邊個，講出咩驚天動地嘅理由，都必須立刻停手。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仔女核實，絕對不可以私自做主。大家一定要記住呢個終極嘅真相：官方不會電話你要錢，辦案不會遠程叫你轉賬，正規辦事絕對不會秘密進行。天底下無天降嘅災禍，需要你私下俾錢去擺平，亦都冇任何陌生嘅公職人員會隔住個電話幫你洗白，保你平安。所有需要你私下投錢消災、驗資自清，或者要求你保密配合嘅事，通通全部都係騙局。老人家嘅每一分養老錢都是捱出來、省出來、拼出來嘅血汗錢，係佢哋晚年生活最大嘅底氣同埋依靠。我們做仔女嘅，除了努力賺錢養家之外，更加要幫父母守住呢一世人辛苦賺落嘅積蓄，幫他們避開所有網絡上嘅陷阱，不要讓他們的善良被壞人利用，不要讓他們一世人嘅辛勞白白浪費。亦都希望大家睇完今日呢篇內容之後，唔好自己識得就算，請多多轉發俾你屋企嘅長輩、身邊嘅街坊以及親戚朋友，多一個人傳播，世界上就少一個受害者。多守住一個家庭嘅養老積蓄，就可以減少一場令人痛心嘅悲劇。人活着到底係為咗乜嘢？喺回答呢個問題之前，我想先同大家講一段蘇東坡嘅親身經歷。公元1101年，當時被貶到海南島嘅蘇軾，因為遇到朝廷大赦，終於獲准啟程北歸。不過好可惜，嗰陣時佢嘅生命已經快要行到盡頭。當佢坐船路過金山寺嘅時候，望住江水，突然之間心生感慨，於是提筆喺牆上面寫低咗佢呢一世人嘅終極注腳：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混與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嘅蘇東坡，喺呢個時候已經將生死完全看淡，亦都徹底看透咗人生嘅真諦。佢甚至覺得以前那些令到佢頂盡折磨、受盡苦難嘅地方，恰恰就係成就佢、令佢成長嘅寶地。其實人活喺呢個世界上，生命之中絕大部分嘅風景，往往都係喺你行緊、摸索緊嘅路途當中，一路上嘅歡笑、眼淚、挫折，甚至係錐心之痛，全部都係你呢一生人之中不可多得、最非凡嘅初體驗。聽完蘇東坡嘅一生，你話人活着到底係為咗乜嘢？有句話講得非常好，凡事經歷皆是成長。你今日遇過嘅風同雨，你膊頭上面扛過嘅苦與難，到最後通通都會變成你生命入面最好嘅安排。正正就係因為有呢啲起伏跌宕嘅存在，你嘅人生先至會真正變得圓滿，先至不枉此生。做人最重要嘅一課，就係喺離別之中學識隨緣。離別絕對係人生當中避無可避嘅一部分。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之中都會經歷無數次嘅告別，而每一次嘅分開，往往都會帶嚟無窮無盡嘅傷痛。就連天生性格極度樂觀、天塌落嚟當被蓋嘅蘇東坡，喺面對離別嘅時候，都曾經頂唔順，流過無數次眼淚。時光倒流返去公元1061年，當時26歲嘅蘇軾，
被朝廷任命為鳳翔判官，要前往外地任職，而佢嘅親細佬蘇轍就選擇留喺京城侍奉老父。呢個決定意味住呢對感情極深嘅兄弟要面臨人生當中第一次嘅長期分離。大家可能好難想象，佢哋兩兄弟由細到大都黏一齊長大，同吃同睡，一齊讀書，一齊參加科舉考試，甚至連考中進士都係喺同一年。咁樣嘅親兄弟喺要分開嘅嗰一刻，內心到底有幾咁酸楚，幾咁傷感。當日蘇軾同蘇轍喺驛站分別嘅時候，兩個人都喊到收唔到聲，眼淚鼻涕一齊流，場面極之感人。先至分開咗冇幾耐，一路上滿腦子都係細佬背影嘅蘇軾，一安頓好就即刻寫信俾蘇轍。信入面寫道：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蘇軾同細佬講：細佬，其實我理智上知道離別係人生嘅常態，我哋唔應該太過傷心，但我心入面真係好驚，好驚日子過得太快，好驚時光太飄忽，我哋此生之後就再無機會好似以前咁聚首一堂。不過隨住年紀漸長，隨住人生路上不斷經歷聚散離合，不斷同身邊嘅人揮手道別，蘇軾嘅心胸亦都被歲月慢慢拓寬，佢開始變得堅強，心境亦都變得越來越成熟。直到幾十年之後，同樣係要同細佬蘇轍分別，呢個時候嘅蘇軾已經擁有咗截然不同嘅超然心境。公元1097年，當時已經62歲嘅蘇軾，因為受到朝廷政治迫害，被貶去到極之偏遠，被視為蠻荒之地嘅貪州，即係今日嘅海南島。蘇轍心入面好擔心，驚呢個阿哥年紀咁大，去到咁遠嘅地方，此生可能再無相見之日。於是蘇軾不顧一切，特意趕喺蘇軾坐船去海南島之前，兩兄弟喺中途見咗最後一面。看住眼前風塵僕僕、滿臉愁容嘅細佬，蘇軾心入面好心疼，於是即刻拉住佢去咗間小店坐低，叫咗2碗麵一齊食。但係蘇轍一諗到呢一餐可能係佢哋兩兄弟呢一世人嘅訣別，心情沉重到極點，憂愁到連一條麵都吞唔落肚。相反，坐喺對面嘅蘇軾居然好似冇事發生咁，大口大口好滋味咁將成碗麵食得乾乾淨淨。食完之後，佢仲好有耐性咁勸慰蘇轍：細佬，相聚也好，分散罷了，凡事都要想開一啲。呢個世界上面嘅人同埋事嚟同去都有佢哋自己嘅時間預定數，哪怕是親生父母、親兄弟、自己嘅仔女，又或者係相濡以沫嘅伴侶，到最後邊個都逃唔過最終要離別嘅宿命。所以蘇軾喺經歷過人生咁多嘅生離死別之後，曾經寫下咗千古名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喺呢趟漫長嘅人生旅途上面，其實你同我都只不過係行色匆匆、借宿一宵嘅趕路行人而已。緣分嚟到嘅時候，你遇見我，我遇見你，大家並肩行一段路。到緣分盡咗嘅時候，你轉身同我道別，我揮手送你離去。從此之後，大家各有各嘅悲歡離合，各有各嘅前程要奔赴。既然係咁，我們又何必為咗某一段感情嘅終結、某一次離別而痛不欲生，折磨自己呢？人生本來就係無常嘅，活着本身就係為了去全面體驗呢啲相聚同埋離別，珍惜每一次嘅相遇，但亦要看淡每一次嘅別離，因為呢個一聚一散嘅過程，先至係你整段人生旅途最神聖嘅意義。除咗要學識隨緣，我哋更加要喺傷害之中學識自我治癒。有人曾經講過，人生其實就係一場不斷推倒重來、不斷重建嘅過程。活到最後，呢個世界上面根本無一個人唔係傷痕累累、千瘡百孔嘅。但係人和人之間最大嘅分別係，有人受咗傷之後，始終放唔低嗰份痛苦，隔三差五就自己去揭開個傷疤睇下，結果搞到自己嘅傷口一世都好唔返，永遠都流緊血。而有啲人雖然同樣遍體鱗傷，但係佢哋擁有一種超能力，可以一邊受傷，一邊自己醫治自己。到最後，那些曾經受過傷、結咗痂嘅地方，反而變成咗佢哋全身上下最堅硬、最強壯嘅柔絨甲。而蘇東坡毫無疑問就係後面嗰種人。
佢呢一生人遇到嘅陰險小人，遭遇過嘅明槍暗戰，簡直多到可以寫成幾本書。佢心繫百姓，為民請命，睇到朝廷推行新法有漏洞，對老百姓有害，佢就直言不諱。結果呢，就有人喺皇帝面前打小報告，話佢故意同朝廷唱反調，大逆不道。後來佢送佢阿爸嘅棺木回鄉安葬，咁本來係一件大孝事，居然又有人黑心到污衊佢，話佢利用朝廷船隻喺回鄉途中販賣私鹽，謀取暴利。最離譜嘅係，佢平時中意寫客詩、作客文，有啲心懷不軌嘅政敵就專門將佢寫過嘅所有詩詞搜羅翻嚟，一個字一個字，逐句逐句咁去挑骨頭，斷章取義，最後生安白造，治咗佢一個誹謗朝廷嘅重罪，將佢全家拉入大牢，差點連命都冇埋。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烏台詩案。到佢年紀大咗，被貶到去廣東惠州，嗰度喺當時算係好落後嘅地方，生活條件好差。但蘇東坡好識高興，話呢度嘅荔枝好好食，寫咗句日啖荔枝300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結果朝廷班小人見到佢被貶官，都仲過得咁高興，心入面唔平衡，覺得佢不知檢點，毫無悔意，於是又一紙調令，將佢貶去更加偏僻、更加荒涼嘅海南島，無端端遭受咗咁多無情嘅攻擊同埋政治傷害。你話蘇軾心入面有冇恨過？必然係恨過嘅。如果唔係，佢絕對寫唔出驚喜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咁樣孤寂凄涼，充滿怨氣嘅句子。但係隨住日子一天一天咁過去，隨住經歷越來越多，人變得越來越成熟，蘇東坡逐漸發現，以前發生過嘅種種不幸，其實都只不過係一種經歷，一場體驗而已。受過嘅傷就由得佢慢慢痊愈，恨過嘅人倒不如選擇原諒，放過自己。因為無論點都好，過好當下嘅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比任何嘢都更加重要。所以哪怕蘇軾因為宰相張敦嘅殘酷迫害，喺61歲花甲之年理應退休安享晚年嘅時候，被流放到去荒島海南，過住無肉食、無屋住、無藥醫嘅悲慘生活，佢依然可以憑藉內心嘅豁達去樂觀面對。後來新皇帝登基，朝廷政局大洗牌，風水輪流轉，以前迫害佢嘅張端失勢被貶，而蘇軾就獲得平反，奉命北上重回京城。如果換做一般人，執到呢個機會，實會機會落井下石，百倍奉還啊！但係蘇軾冇咁做，佢非但冇趁呢個機會去報復張端，反而主動寫信俾張端個仔，喺信入面好真誠咁叮囑佢要好好照顧年邁失勢嘅爹哋，仲安慰佢哋兩父子，真正能夠醫治你嘅，從來都唔係時間，而係你內心入面嗰份釋懷，嗰份格局。只要你嘅內心世界足夠強大，出面嘅風風雨雨、流言蜚語就再無辦法動搖到你分毫。喺往後嘅餘生入面，大家真係唔好驚受傷，大膽啲去經歷，大膽啲去接受，大膽啲去遇見。活着嘅意義，正正就係要等你在呢啲痛楚同經歷當中，學識點樣自我治愈，學識點樣釋懷。當你經歷過足夠多你以前放唔低嘅人和事，睇透過你以前忘記唔到嘅傷同痛，歲月自然會用時間做老師，教會你咩叫真正嘅釋懷。除了治愈，我們仲要喺無常嘅命運入面懂得去接受。著名昆劇《牡丹亭》入面有句唱詞寫得好好：風無定，人無常。人生呢一條路，從來都充滿咗各種各樣嘅不確定性。前一刻你可能還處於人生最高峰，風光無限，但係下一刻你可能就毫無預警咁跌入谷底，一無所有。上一秒你可能仲同屋企人歡天喜地、開開心心咁慶祝團圓，但係下一秒命運一反手，可能就是生死別離。所以我們永遠都唔會知道，究竟係聽日先至嚟到，定係意想不到嘅意外先至降臨。如果大家問我到底應該點樣去應對人生呢種避無可避嘅無常，我想有一句話就係最好嘅答案：見過最好的，且不以為喜；知曉最壞的，且不以為悲。睇返蘇東坡呢一生，命運起伏不定，簡直就係坐過山車。起嘅時候好似飛龍在天，
名滿天下，連皇帝皇后都係佢嘅粉絲。落嘅時候又好似蛟龍失水，狼狽不堪，連份微薄嘅官俸都冇埋。佢得意嘅時候，全天下嘅文人墨客都讚佢係不世出嘅千古天才，個個都想結交佢。但到佢落魄被貶嘅時候，以前所謂嘅親朋好友，個個都當佢係瘟神咁，避之則吉，連一封慰問信都唔敢寫俾佢。面對咁大嘅人生落差，由天堂跌落地獄，蘇軾無選擇匿喺房入面怨天尤人，自憐自哀。相反，佢選擇慢慢學會去接納、去包容呢個唔完美嘅命運。被貶到黃州嘅時候，佢無錢開飯，就甘願放低大文豪嘅身段，挽起褲腳去東坡嗰度租塊荒地種田。佢將本來清苦倒霉嘅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仲發明咗風靡千古嘅東坡肉。被貶到惠州嘅時候，雖然環境一樣咁差，但佢又好興致咁走去同當地人一齊挖草藥，研究點樣釀美酒，用幾粒甜入心嘅荔枝，就將生活入面所有嘅苦澀通通醫好。到最後去到最偏遠，連字都未開化嘅海南島，食無肉，居無室，甚至連一本書都探唔到，佢依然可以隨遇而安，喺嗰度開辦學堂，教出咗海南歷史上第一個進士。蘇軾曾經寫過：此心安處是吾鄉，人生的無常，某程度上係上天注定嘅。而你同我活着嘅最大意義，就係要學識喺呢啲既定嘅事實之中去經歷、去體會。當你遭遇到生活嘅巨浪巨劫之時，你越係拼命掙扎，越係憤怒反抗，你就越容易被命運嘅漩渦無情咁吞噬。相反，如果你懂得順應形勢，順勢浮沉，用一顆平常心去應對所有無常嘅事情，你反而可以喺絕望之中為自己興到一條全新嘅人生出路。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生命當中最強大嘅力量，從來都唔係盲目嘅對抗，而係坦然嘅接受。喺無常嘅人生河流入面，學會去接受命運嘅高潮與低谷，咁樣你同我都可以駕駛住自己內心嘅那一葉扁舟，平平安安咁駛過人生嘅萬千激流。喺佢最出名嘅作品《赤壁賦》入面，曾經有朋友咁樣問過蘇軾：當日一世之雄嘅曹操，橫戍賦詩，何等威風，何等犀利！但係時至今日，強大如曹操都已經灰飛煙滅，化為歷史嘅塵埃。你同我呢啲隨處可見嘅普通人，活喺呢個世界上，到底又有乜嘢意義呢？面對朋友呢個靈魂拷問，蘇東坡接下來講嘅呢番話，足足照亮咗千古文人嘅心靈。佢話：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如果我們從變嘅角度去睇，人生短暫到就好像一眨眼、一瞬間咁。你依家所擁有嘅名利、財富、健康，到最後通通都會失去，冇一樣嘢帶得走。但係如果我們從宏觀、從宇宙不變嘅角度去睇，萬事萬物其實都有佢永恆嘅一面，每一個當下，每一個瞬間，對於每個人個體而言，都有佢獨一無二嘅價值。活着嘅每一天，你所經歷過嘅每一件事，無論係好定壞，都會令你呢一世人變得更加有價值，更加厚重。一步一修行，一歲一成長，成長路上嘅所有際遇，以及那些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嘅生命體驗，到最後終將會慢慢塑造你、完整你，令你變成一個更加溫柔、更加有智慧嘅人。而呢個自我完善、豐富靈魂嘅過程，正正就係你呢一生人來到呢個世界最大、最神聖嘅意義。所以放開懷抱啦，大膽啲去遇見，大膽啲去經歷，大膽啲去感受，所有好與壞嘅體驗，到最後都會變成豐富我們一世人嘅美麗伏筆。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哋聽完之後嘅感受。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記得要點讚、訂閱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多謝大家，我們下期再見。